今次我哋就為大家介紹下沙頭角。一到埗就見到順平壁畫街，牆身有兩幅壁畫，描繪沙頭角傳統酬神慶典活動嘅天后焦點。除咗壁畫街，仲有已停運1911年落成嘅沙頭角支線。呢條支線喺1912年至1928年運作，當時嘅車費只係5毫一仙，全程7.5英里，每日有4班車，連接粉嶺及沙頭角。喺呢個車站轉一個彎就會見到廣州式騎樓嘅建築群，但因為落雨，我哋等咗一陣先繼續出發。而葉標記同溫林記於1933年至1934年建造嘅騎樓，喺2011年被列為2級歷史建築，係22棟2層高樓房相連而成嘅一列牌樓，外觀仍然保留存住30年代嘅面貌。建築物以磚塊砌成，外牆用灰水批盪，屋嘅斜頂由木棟梁及瓦片組成，後方設有天井，望去對面就已經係深圳。以前嘅新塘樓街十分熱鬧，有好多唔同嘅店鋪，例如藥行、金行、糧油雜貨、家居用品店，招呼住嚟自荔枝窩、鎖羅盆、谷埔、三亞村、吉澳、鴨洲等偏遠地區嘅村民及水上人。呢啲鋪頭沿用住下鋪上居嘅設計。後嚟因為鄉郊嘅生活日漸式微，村民紛紛移居海外，伴隨住港府2003年推行嘅港澳自由行，呢啲店鋪慢慢人去樓空。部分店鋪嘗試轉型，以配合到訪嘅旅客，例如泰昌王提供與沙頭角相關嘅 webshop， 亦售賣一啲紀念品，例如當地嘅特產，亦都有啲精品紀念品、祈禱用嘅許願牌可供出售。除咗店鋪，騎樓附近亦有啲冰室同餐廳，亦都有士多，好似樹記、全記供應港式嘅小食。我哋沿住海邊一直行，望過去對面就係深圳。再一直行呢，就會見到一個 T 字街牌，展示住經緯度。喺街牌面前有一塊石碑，刻住日出沙頭，月圓海角。詩詞相傳呢係出自於一位呢清朝嘅大臣，佢當時呢驚嘆於大鵬灣嘅美麗風光呢而題詩，因此呢就令到呢個地方呢有沙頭角之稱。然後我哋就嚟到咗沙頭角公眾碼頭，佢建於60年代初期，供貨物上落同埋街道呢停泊。因為水域呢唔係好深啦，就成為咗好多村民暢泳或者落水呢捉魚嘅地方。喺2004年呢展開重建，而家係全港最長嘅碼頭，全長280米，可以由呢度呢搭船去到吉澳、鴨洲同埋荔枝窩等等嘅離島嘅島嶼。呢個碼頭有唔少嘅壁畫可以供觀賞同埋打卡，沿路呢仲可以喺欄杆見到呢其他人喺海邊呢留低嘅許願牌，祈求安康。可惜呢，我哋到訪當日呢天氣差，大霧陰天，如果有陽光呢，景色應該唔錯。沿住海邊呢行呢，就會經過鹽田下村呢天后廟啦。主要因為定居喺沙頭角嘅漁民多數信奉天后，而家嘅居民喺呢度每10年就有一次酬神慶典。講起呢沙頭角嘅歷史，就要回溯返去到40年代末期啦。當時中國內地爆發內戰，局勢呢動盪不安，大批嘅難民呢湧入，邊境呢嘅偷渡者同埋走私客呢越嚟越多，香港不勝負荷。港英政府於是喺1951年起頒布1951告邊界封鎖區命令，喺沙頭角米埔一帶嘅邊境呢實施宵禁，呢個地區呢從此就被劃為禁區。當時嘅沙頭角就曾一度呢被稱為呢個嘅東方嘅柏林圍牆，站喺資本主義同埋共產主義兩大陣營對峙嘅最前線。行下行下，見到有街市啦，入邊呢就有唔少嘅熟食檔。入面呢其實唔大，主要賣下糧油雜貨，亦都有海鮮嘅檔口。離開咗街市之後呢，見到有人喺沙頭角餵食一啲流浪貓，呢度嘅流浪貓數目都幾多。我哋經過咗日月亭，仲見到呢度有公共圖書館。喺沙頭角到處都可以見到七彩繽紛嘅房屋。沙頭角村呢，其實係屬於香港房屋協會旗下第2個呢郊區嘅公共房屋，喺1988年建成，採用歐陸式嘅設計。外牆呢就被漆上呢七彩嘅顏色，就好似踏進咗童話嘅村落。沙頭角係一個自成一角嘅社區，有社區會堂、學校、71超市、郵政局等。雖然沙頭角有啲偏遠，
但係能夠自給自足。其實沙頭角仲有條中英街，但係暫時唔對外開放。中英街係嚟自港英政府以沙頭角作為分界，劃分邊境嘅禁區後所造就嘅產物。呢條街長大約250米，東則屬清中界，西則屬英廣界。現時出入沙頭角需要禁區紙，申請需要3個工作日批准。如果有興趣睇下淳樸嘅鄉郊、舊有嘅建築面貌，呢度係 weekend 消閒時間嘅好去處。